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嚟到錄片時間啊，2025年嘅4月14號就嚟15號啦嚇，仲有幾分鐘。咁啊，高 B 哥咧今日想同大家研究下呢個話題，靈魂拷問。點解咁講呢？文章咧本來咧主旨係想講咩嘅呢？就係講咧美國嘅製造業回歸有冇可能呢？咁啊判斷就話咧幾乎係冇可能噶。咁但係咧佢裏邊咧有兩句句子咧真係好正。咁啊所以咧高 B 哥咧同大家咧就分享呢個靈魂拷問就係中國咧而家係世界上咧最大嘅工業國，但係咧我哋咧要擴大我哋嘅內需，增進我哋嘅消費，成為一個咧消費型嘅社會。咁有咩好處呢？啱同大家講啊！嗱，相反呢，而家一個最大嘅消費國啊，就係美國啦。佢哋調翻轉頭呢，而家咧就要翻轉頭做翻一個生產型嘅社會，咁又有冇可能呢？嗱，我哋咧中國人咧成日有句説話叫做咩啊？由儉入奢就易。即係咧，本來咧慳嘅、窮開嘅，跟住慢慢咧有錢，跟住咧可以咧比較奢華啲，比較咧富裕啲、富貴啲，使費咧就鬆手啲，係咪？咁呢個就容易嘅。咁但係咧調翻轉咧，本來咧入奢啊，即係本來有錢嘅，入儉咧就真係好難嘅，叫你唔好使呢樣，唔好使嗰樣。咁啊，其實咧有一個嘅幾好嘅即係咪叫做新型嘅講法咧？就寫叫斷捨離啊！即係話咧，其實咧越有錢嘅人咧，又或者咧將嗰個事情啊物質上面嘅咧睇得開啲嘅咧，其實咧就屋企咧就可以咧好少嘢嘅，乜都掉唔要啊，掉唔要係嘛？呢個咧反而係心態上嘅轉變嚟嘅。斷捨離呢個咧就係奢嘅更加昇華啦，咩都無欲無求。咁啊呢個比較難做到啲，唔知你哋大家做唔做到啊？但係無論如何，呢個嘅靈魂拷問咧，源於頭先講就話要令到製造業重新翻到去美國，有冇可能實現呢？嗱，文章咁樣講噶，嚟啦。首先咧，我哋講咧兩件啊比較久遠嘅事情先。1968年嘅5月份，當時咧主要嘅資本主義國家嘅大都市，比如好似話紐約啊、東京啊、倫敦啊、巴黎啊咁樣，佢哋咧爆發咗咧非常著名嘅叫做紅五月風暴。咁啊呢個咧係啊一場咧風暴，僅咧只係咧過幾個月嘅啫，跟住咧就消停咗落嚟㗎啦。佢咧並冇得到咧社會各個階層嘅響應啊。點解咁樣呢？嗱，好多社會政治學家咧進行咗咧各種嘅解釋，其中一個咧非常重要嘅觀察點係咩呢？就喺1968年嘅前後啊，包括咗美國啊、英國啊、法國啊、日本啊呢啲咁嘅國家咧，佢哋嘅藍領人口咧已經係比起咧白領嘅人口咧要少得多啦。唔係多啊，係要少得多啊！即係製造業同埋咧嗰個咧叫做咧行政啊或者叫服務業方面咧就唔同咗啦嚇。OK， 藍領嘅工人比咧白領嘅工人咧係少啲噶。嗱，呢個意味住咩咧？意味住一個國家嘅主力嘅一個社會階層咧，由工人階級變成咗咧都市嘅中產階級㗎。而嗰啲跑到去街頭鬧事嘅學生們，佢哋嘅爸爸媽媽咧，大多數咧都係都市嘅中產階層嚟㗎。咁啊，所以咧，首先啊，佢哋咧得唔到父母嘅認同，當然啦，亦都得唔到咧社會其他嘅階層嘅認同㗎。好啦，到咗1998年啦嚇，1998年嘅時候咧，英國有一個咧社會學家叫做鮑曼，咁咧佢寫一本書，嗰個書名叫做《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咁啊，大家有興趣可以揾翻嚟睇下。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咁呢本書之中咧，佢提出一個觀點，佢認為啊，喺經歷咗咧200幾年嘅工業革命之後啊，全世界嘅主要嘅資本主義國家 ，OK， 好清楚哦，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咧係由一個咧生產者社會轉變咧成為咗一個咧叫做消費者社會啦。鮑曼咧就認為啊，呢個咧21世紀人類社會一個新嘅發展趨向嚟噶。嗱，咁樣喺所謂嘅叫做生產者社會之中咧，一個人佢點啊？
只要好努力咁樣工作，佢就能夠咧獲得到財富，獲得到成長，獲得到咧體面嘅生活㗎啦。而因此啊，一個國家嘅財富咧就可以咧係被累積起嚟積累起嚟㗎。跟住咧有可能咧就產生咧 GDP， 亦都咧係可能產生營收，跟住咧更加可能係產生增長㗎。好啦，調翻轉頭咯噃，而家去到咧一個咧消費者社會之中，消費型社會咁啊點嘅咧？勞動咧就變到咧係冗餘㗎啦。嗱，一個國家嘅經濟咧有冇可能發展，並唔係取決於咧你能夠製造咗幾多嘅嘢出嚟㗎，而係咧在乎於咧你哋嘅國民能夠消費咗幾多嘅嘢。消費啊嚇 ，OK。咁啊，好明顯地咧，呢個就係講緊咧美國啊，同埋呢啲咧即係資本主義極度盛行，甚至乎咧富裕少少嘅國家，咁啊靠消費帶動成個經濟㗎。好啦，咁喺生產者嘅生產型嘅社會之中啊，呢個咧佢哋嘅規模啦，佢哋嘅紀律性啦，同埋佢哋嘅集體主義咧，係社會嘅主流嘅一個主張嚟嘅。而喺一個咧消費型嘅社會之中咧，個性化、與眾不同啊，同埋咧不斷產生一啲咧新嘅慾望嘅刺激之下，成為咗社會進步同埋咧經濟發展嘅主要動力嚟㗎。好啦，高 B 哥點解特登做呢條影片呢？就係因為呢兩大段嘅説話解釋得好清楚，中國係處喺一個咧仲係咧生產型嘅社會嗰度，所以咧同頭先講嗰個所謂叫做咧消費型嘅社會咧係完全唔同嘅結構嚟㗎。啲人諗嘢嘅方式啊，都係唔同㗎。呢兩個碰撞起上嚟咧，所以點解咧就會有咁大嘅文化差異，或者嘅叫做咧大家諗嘢方式唔同啊，唔係就係淨係文化咁簡單，而係佢本身處喺嗰個社會裏邊咧，嗰個形態唔同咧，促使到咧佢哋諗嘢咧都係唔同㗎。好啦，我哋咧嚟咧審視一下咧2025年嘅美國社會啊，佢究竟係一個咩嘅社會結構啦？嗱，第一喺呢個咧1968年所形成嘅所謂都市白領人口大於咧藍領人口嘅階級嘅人口嘅時候咧，呢個事實有冇可能係被改變先？第二嘅就係一個咧以消費為主導嘅消費型社會，有冇可能咧翻去成為一個咧以生產為主導嘅生產型社會咧？有冇可能咧？嗱，最近咧網上邊咧就流傳一個咧非常之咁有趣嘅評論㗎。佢話：你睇下，而家全世界最大嗰個製造業國家就係中國啦，啱唔啱啊？冇人會否認啦。而家咧中國咧係好努力咁喺度做緊咩咧？原來咧就做緊擴大我哋嘅內需，係嘛？成為一個內需型嘅社會。咁啊，點解要咁樣做咧？咩內循環啊、外循環啊，又話咧將外循環嗰啲即係出口嗰啲咧就轉成內銷啊，都係咧希望咧擴大我哋嘅內需。點解要咁做咧？佢話因為咧中國而家就正咧係去到嗰個階段咧，係想成為一個咧消費型嘅社會㗎。OK， 即係話我哋已經開始咧進步啦。咁啊去到咧大家有錢喺個袋嗰度，咁可以咧就促進多啲咧就係消費，咁啊繼而咧製造多啲咧唔同嘅 GDP 出嚟，咁啊而且咧成個社會咧開始咧多咗好多服務行業或者白領行業需要嘅一啲服務，咁啊所以咧就製造多啲咧就係消費型嘅社會嗰種傾向多咗㗎。而相反啊，而家全世界最大嗰個消費型社會美國佢就調翻轉喎。佢話而家要製造業回歸喎，重新咧成為一個咧生產型嘅社會。喂，呢兩個國家而家咧槓上咗但係其實咧佢哋嘅內心咧都非常之咁羨慕對方而家嘅模樣呢個咧可以講得係一個冷笑話嚟㗎。呢個似乎咧亦都係一個咧驚天嘅事實。人咧永遠都係咁嘅，真係。喂，當我咧係咁樣嘅時候，就羨慕你係咁樣。但係當咧我調翻轉咧做成你嘅時候咧，翻唔翻得到轉頭咧？真係好難講。頭先講嘅由儉入車易調翻轉由車係咪能夠又入到儉咧？即係話有好多人咧喺呢排咧都製造咗好多 AI 嘅短片唔知大家有冇睇過AI 嘅短片咁即係影住咧特朗普馬斯克嗰啲咧，就全部咧喺個鞋廠嗰度咧就整鞋，跟住咧影咗一班肥佬肥婆咁咧就喺嗰個車間嗰度咧就用衣車車緊衫，
跟住咧就仲要咧就揾啲 Marvel 嗰啲咁嘅英雄人物，譬如超人啊、阿鋼鐵俠啊，所有呢啲咧就喺裏邊咧就喺工廠裏邊工作，Superman 啊嗰啲都係噶。咁啊跟住都幾好笑喎，仲有阿曼斯啊成班喺度做。咁阿盧特尼克即係呢個美國嘅商務部長咧，就係講哇幾好幾掂啊！我能夠完全幻想得到啊，跟住咧將嗰啲產業咧搬翻嚟嘅時候咧，跟住咧我哋美國嘅工人坐埋一齊喺度咧幫嗰個 iPhone 嗰度咧上螺絲嗰個狀況，咁俾人哋笑佢啦，係咪？咁再加埋咧就有好多人咧已經係靈魂拷問，就話喂，唔好咁天真啦！而家帶翻啲所謂叫工廠翻嚟，都唔係舊式嘅工廠，都係最新型嘅工廠嚟㗎啦。全部咧都係用automation 用呢個自動化、電子化。喂，嗰度都係要用機器嘅做喎。你有咩可能咧？仲話請大量嘅工人啊？咁嗰啲官員就駁你嘴，就話梗係唔係啦？唔通咧佢哋有個機器壞咗嘅時候，佢哋自己識得維修咩？喂，佢都要話工人走去維修㗎咁。咁所以呢啲係好落後嘅諗法，呢啲即係咧，其實揾一兩個白領嘅人，工程師，跟住走落去咧，喺個電腦嗰度咧撳嗰個咧就係測錯嘅一個軟件，咁測到有邊度有問題，咁跟住咧就走去換。其實講真嗰句，真係要揾機械臂幫你換，話都冇咁易。你估佢而家講緊自己屋企嗰部電腦壞咗張卡，壞咗條 RAM，跟住要自己拆出嚟買條新嘅 RAM 插翻落去咁樣咩？大型嘅機器咧，好多咧，甚至乎要求好精準嘅機器咧，唔係用人手整㗎，真係用機器整㗎。所以咧呢啲咧根本咧係咧同個世界脫節，好落後。佢哋諗啲嘢仲以為舊式嘅工廠，就正咧我班人咧去揶揄佢哋咧，就用 AI 做影片咧嚟到咧話俾佢聽，話成班肥佬肥婆坐喺度做車衣啊，特朗普佢哋個個喺度做鞋廠啊嗰啲咁。基本上咧現實咧真係唔係咁。咁更加有人咧就提咗就話，喂，呢啲唔係話發展 AI 嘅咩？而家啲工廠都好先進㗎咯喎。所謂叫工廠，你唔好成日落後到仲以為以前嗰啲先得㗎。而家呢啲係製造場所。我哋可以講喂，嗰啲工廠唔開燈㗎，但係咧每日咧嗰個生產力咧依然喺度啊，因為根本就唔需要開燈俾啲機器，佢哋自己係會做㗎啦。佢真係冇見過原來。咁高哥都提議下大家即係留意住咧世界個發展一路一個變化，真係唔係以前咁㗎啦。我話有幸咧，得閒咧都走去即係參觀下、觀摩下呢啲咁嘅工廠見到咧曾經咧去到咧京東淘寶佢哋嗰啲咁嘅即係集運倉或者叫倉啦，未必係集運倉。佢裏邊咧依然係有人喺度做嘢嘅，但係大部分咧係揾機器嚟分貨㗎。你有冇見過嗰啲大型嗰啲咁嘅分貨機器同埋嗰啲所謂叫 robot 啲機械人即係咧佢會收到啲指令，跟住行落去咧第四行B 嗰個貨架第七層嗰度夾咗嗰個貨落嚟，跟住落咗嚟之後咧就擺去嗰個好似一架嗰啲運貨車仔咁樣嗰啲啦，跟住啜一聲就去到咧應該要去嘅地方，跟住咧噗一聲彈翻上去，就彈咗落佢應該要分貨嗰個省嗰個市嗰度。好快㗎！你淨係見到嗰啲車仔走嚟走去咋，冇人㗎。所以咧，大家咧真係得閒咧有機會咧，其實咧網上面有呢啲短片睇㗎，你哋自己可以隨便揾喺呢個平台即係 YouTube 嘅平台Bilibili 咁樣嗰大扎咧，好容易都揾到呢啲片出嚟睇抖音好容易揾到呢啲片出嚟睇。真係咧唔係佢哋形容嗰種工廠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咁落後。嗰啲思想模式、嗰啲思考模式，仲話做美國嘅大官，唔怪之搞到美國咁啦，陰公。所以咧，而家講緊呢兩個國家咧，自己咁樣搞自己咧，都幾得意係一個驚天嘅事實嚟㗎。到最後咧，真係嘅喺度咧，真係咧，我想喺個影片最後咧問一問大家呢個問題：對今日嘅中國嚟講，要由一個咧生產型嘅社會，迭代咁樣咧，係升級為一個咧消費型嘅社會嘅話，又或者係話生產同埋消費並舉並存㗎嘛？係咪一個合理同埋正常嘅方向同埋趨勢呢？呢個係一個問題嚟㗎。係咪一個合理同埋咧呢個咧即係適當嘅方向同埋趨勢呢？好啦，相反另一個問題就係今日嘅美國由一個已經係由金融同埋消費作為主導嘅後工業化社會，而家要重新成為翻一個咧製造業嘅大國，
回歸翻呢係一個咧生產者嘅社會，你哋覺得嗰個可能性到底有幾大呢？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